行了，去床上睡吧，我做完这些就走。你就算现在把这些都做完，你也没有时间看了。过2天我可能没有时间来了，还不如一口气全走完算了。你怎么都没喝啊？我去帮你加热一下。不用了，去睡觉吧，明天不是还要去集团做接待吗？谢谢你，你一直都对我这么好。其实我早就该这么做。你字写的真好看。上学的时候没有练过字，吃了不少亏，后来补上了。这样他们就不会问到你。我看考察团会涉及到的问题，我都重点标注了。对了，这些不涉及到保密内容吧？不涉及，这些都是半公开的信息。那就好。谢谢你。没关系。你该走了。我明天其实没什么事儿。我明天要去公司。好吧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可以养只猫啊。我是说，你害怕一个人就可以养只猫，猫很安静，你就可以做个伴。好，那等段飞回来，我跟他商量一下。你为自己养，就应该自己做决定。有风，你好。柳峰在附近办事，就顺便过来坐坐。你今天没去接待考察团，是因为他来了吗？跟这个没关系。谢言没几天就要走了，他对你印象还不够好，你赶紧回到公司。怎么接待考察团是我来决定的事情？你生什么气啊？你今天带谢言去哪儿考察的？去哪儿了？我带他去天堂酒吧，然后去公园，去剧院。你这是去考察吗？我看你自己也玩得很开心吧。回酒店了，你们慢慢聊。让你看笑话了。我去给你倒杯水。还没睡着啊？
我去趟洗手间。哦。